大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路面，才拄啊铺好尔尔，竟然就害人摔甲大坑细哩。这是南投草屯的形象的上宽。顶2个月做废水接管的工程，当时规个路面是挖甲大细坑一大片的烂土，附近的店家是真哀怨，讲影响生理，拢无人客。即摆工程结束了，重新来铺这个新地坪，想袂到过道落过一阵的西北雨，新地坪变做是出冰场，安尼淡个骨。敢若一个下晡，都有6台的机车出现塞车。落天骑倒摆人连人带车出倒去，所以另外一台骑倒摆的人出倒去了后，人甲车呢一直出几啊公尺，弄到边交车才停落来。毋但安尼尔，有人骑倒摆并车了后，倒摆已经变伫路边，人继续搁愈过。伫南投草屯形象上宽的这条路，真正是有够缺，一个落雨，缺到敢若溜冰场。昨落过西北雨，上少有6个冰签。骑的时候我很怕。就很怕跌倒，我会骑得很慢很慢。这个应该要改善啦，因为它遇到下雨的话就会路滑。南投草屯形象上宽，今年5月份才因为污水接管的工程规条路安尼乌甲害了，生理受到影响。政府简单等甲这路拢铺好啊，结果一个落雨，煞变到够滚，骑倒摆人拢摔甲大坑细哩。商圈决议是说，决议来用1号地坪来复原。这个1号地坪是一般的适用性都是在徒步区啦。当然，我们商圈它有可能为了要让我们的民众购物比较方便，所以民众当然都会骑摩托车来进去商圈。县政府讲，这款地砖表面有抹金油甲透明，才是为了防止落残。而且本来设定的这条路是人行步道，要么上宽要开放民众骑车通过，安尼都要改善伊的财政，已经安排会勘，看是要喷点仔胶，还是要做其他的处理，避免讲这款画面佫出现。